欢迎收看10月26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高雄左营海军基地，昨暝是传出枪声，有一个姓洪的士兵伫咧执勤的时阵，唔知为怎样，竟然是开枪伤害家己。这枪支是直接对下海捅过头壳。军方虽然是赶紧甲伊送去附近的国军左营总病院急救，不过有关是伤势相当，宣告不治。海陆指挥部证实，这个士兵唔知影为怎样，竟然是自我伤害，检警是正在调查当中。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是针对这个事件表达遗憾，答应讲会派高阶干部协助家属，甲因斗处理后事。同款是高雄的消息，高雄是有一个也要渡济婴仔去互义母苦毒，因是刁工用这面巾甲囡仔的头按条来甲拍，甚至佮甲囡仔车用铁汤匙啊甲硬饲饭。调查了后，确定这个义母是违法的，是甲伊居家托育的资格废除，嘛要甲罚钱，互伊食官司，规世人拢袂使佮共带囡仔。也要渡济10甫婴仔伫涂骹爬的时阵，下海弄着涂骹，听个妈妈吼。有囡仔人也伫咧看手机啊，过一了才甲囡仔抱起来，毋过喙唇已经流血了。是怎么装的？有囡仔人甲妈妈讲了后，妈妈真毋甘，也无怪对方，扣笑对方口说讲是最合理的，对这种代志反应过度。本身是护理系毕业的，那他因为我还蛮紧张的当下，因为整个嘴巴都是血嘛，那我没有怪他，那我现在带他去看医生，但他就。意思是我很大惊小怪，身为护理系这样真的非常的失职。刚过囡仔人反应，互家长感觉真奇怪。调看监视器才发现，后生今年4月送伊过到7月，一摆互伊真粗鲁来对待，像暗暝批时，互坐伫碰伊的囡仔摔落涂骹。吃饭的时阵，大力甲囡仔头固定条咧，用铁汤匙啊，大力甲饲，还佫甲囡仔塞去弄围栏的情况。很长，就是提早起来，他就会很不耐烦。因为原本我儿子起来是哭而已，但是他推过去撞回来之后，是整个尖叫大哭的一个状态。查证有违反《儿少法》第49条情事，依法裁罚6万至60万元，并废止居家托育登记的资格，终身不得从事居家托育服务。家长9月就无好过，经过事件伫网络引发讨论，社管出现讲是共顾囡仔这个人本人的文章，回应囡仔摔受伤，无马上确认确受疏失。也毋过面皮抗面、铁汤匙啊、饲食拢经过家长的同意。顾囡仔人甲面色滚起来，无得确认发文者是本人。也毋过这行为，社会局认为恐惊造成囡仔搬来甲砸到飞机，也有困眠意外事件，拢属不当照顾行为。以这个案例办理，共人照顾囡仔的人在职教育、强化幼儿照顾议题。这个案件调查了后，确认违法李小法，罚相关60万块，维持居家托育资格，终身袂使做这项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第21号风台空瑞，昨早起结起来，未来可能是会向西北西方向行驶。气象署是预告，目前暂时袂影响咱。也若是后礼拜是爱注意讲，伊就北了后，甲台湾的距离，若是较晚近，雨就会较粗。也若是这空瑞风台甲潭美风台敢要互相影响，也爱观察。经过一暝强风大雨，台北市阳明山永德大道路树倒去坏伫路边，山区4间中小学因为大水雨积淹水，考虑安全2、5拢停课一天。文化大学是用万古里线顶上课，出名的风景区景天宫，早起风雨也真强，不少国外来旅客拢密入去游客中心闪雨。确实风挺大的，风挺大的，雨都是平的来。Very nice. Beautiful. 因为潭美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半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湘北山区甲宜兰县落雨的气象。东半部地区原来有大雨，统计3天以来，阳明山的景天宫落雨量已经超过1200毫米。宜兰县南澳向西部山落雨嘛超过800毫米，基隆市暖运动公园7站原有超过660毫米的累积雨量。气象署讲，潭美风台已经渐渐进入南海，外围环流的影响会降低，不过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济。在东半部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容易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出现。宜兰这边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不过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尤其这些地方，可能降雨呢也会变得比较明显，甚至会比昨天还比较大的区域哦。若是今年第21号风台空瑞2、5早起形成了后，目前向西北西过来。气象署讲，未来空瑞甲潭美因为离较远，互相牵引的机会低，而且空瑞风台会伫后礼拜开始转北，无排除转北了后，离台湾较近，到时阵东北季风阁增强，会阁带来大雨。
它的外围环流也是东北风所以说有可能让那个北部啊、东北部、东部这边的降雨的状况会持续，而且会持续比较长的这个时间，雨量可能也会稍微大一点点。啊，毋过前气象局长陈明典讲，潭尾风台甲空瑞风台伫同一个大气压带内底，所以真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北方的副热带高气压持续偏强，空瑞无一定会转北，爱阁观察几天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阁有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立法院三读通过扩大关建筑用积适用对象。对实施用积管制进程已经起好的合法建物，是放任到已经挂号申请建造的建筑基地。预计全台湾是超过8000栋的合法建物，27万户受惠。说落来是自由时报，明年开始是要扣碳费，后年申报。有地方首长就要求这碳费应该有8成用来建设地方。环境部长彭启明是表示，碳排放是影响全世界，不是孤一个地区。未来市议会是会考虑加入地方代表，希望这碳费会当稳健就路。上尾来看《中国时报》，艺人周杰伦的演唱会这门票是有够歹买，警方查到这全台湾上界大的卖牛票姓刘的翁仔某，这姓刘的查甫人是以违反文创法，也有违反伪造文书去互姓阿金价，也若是姓张的价，后是20万交保。另外，还有一个高中生，伊是因为转卖门票，在交会时阵去互警方抓到。我来关心这外界关注的国会职权修法的释宪案。这宪法法庭是宣判，这总统国情报告内底定期报告随问就爱随回答这项是违反宪法，也若是藐视国会罪嘛是违宪。另外，这人事动议权、国会调查权、国会听证权是部分违宪。大家拢伫注意的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宪法法庭25正式宣判。其中上受关注的总统国情报告判决指出，伫本质顶面虽然无违宪的问题，立法院应邀请总统国情报告，也过总统无出席的义务，是毋是要去，也过报告内容甲范围，拢由家己来决定。立法院也无权询问总统，也是要求答复。定期报告甲一问一答违宪。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亦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对总统为询问，要求总统答复，其立法均逾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因若其他部分，国会调查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国会听证权部分合宪，部分违宪。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判决违宪，人事动议权是部分违宪。其中国会调查权部分，大法官认为立法院设调查委员会合宪，也过调组专案小组，刑事调查权甲调阅权已经违宪。不管是在裁判确定前后，这个部分都涉及到宪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核心，并不是立法院它的调查权行使的范围。反质询部分判决指出，以问答问甲查清楚质询问题无构成反质询，也过规定，向质询的人袂使过失提供资料，不得缺席，也受其他藐视国会行为，也个有法则的部分，超越立法院宪法职权判决违宪。被质询者他完全进行主客意味，把立委当作被质询人来进行的情况，这个还是可以想见的。而当有这种情形出现下的时候，他仍然可能会构成反质询。主席可以制止官员进行反质询这个部分，我们是保持合宪的结论。因为宪法141条之一藐视国会罪原本规定，公务员伫立法院听证也是接受质询时做虚伪的陈述，应处1年以下徒刑，拘役也是20万以下罚金。大法官认为无符合宪法，最后手段要求宣告违宪，马上失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欧洲议会24出现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上新的挺台湾的法案。21项主张内底包含反对中国甲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案后，这嘛是欧洲议会到目前为止上界明确的表态。而且，英国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扰乱，嘛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强调咱台湾是后面上界关键的伙伴之一。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and its continuous military provocations around Taiwan. 澳洲议会只是以432票赞成、60票反对、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新一届的第一个天台决议，其中包括反对中国持续乌白解释年代第27500号决议，是澳洲议会甲党上明确的表态。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758 is very short, only 150 words. The word Taiwan does not appear. 决议文提出21项主张，亲像谴责中国对台湾军事起武康，阻碍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重申台湾是欧盟的关键伙伴，要求欧盟以外交和经济抢大来阻挡中国，而且深化和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和来签双边投资等等各项协定。其实22个大会辩论对极左到极右，当中24个下党派议员轮流发言，会使讲拢是咧批评中国威胁印太区域安全、打压台湾的行为。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the PRC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Perhaps you should seek ways to become attractive for the Taiwanese who live in a democracy and dislike a prospect of being treated like the Hong Kongers. 全球第3个通过的国会或欧盟有我议案。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以具体行动反对中国错误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外交部是关渡肯定和诚心感谢澳洲议会决议。陆委会是发挥北京当局，莫搁伫国际之间强迫推销一中的白插话，而且呼吁停止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人民，才会当帮助两国的关系良性发展和台海的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感谢澳洲议会支持台湾，强调会以互相共享的价值和对和平的坚持，打造更加勇健民主保护线。记者综合报道。过无2礼拜，美国就要总统大选啊！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金利是伫咧乔治亚州造势，前总统奥巴马嘛来甲做讲，所以讲就请23000个支持者来参加。也若是共和党迄边，总统候选人 Trump 依然是继续救票，提这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来批评，讲拜登是把美国变做世界粪扫桶。好前日是伫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外的户外体育场举行的这场造势活动，内底有 Rock and Roll 的大名星布鲁斯·史普林斯汀、有名的导演史派克·李、电影名星泰勒·派瑞和山缪·杰克森等等。进前伫威斯康辛、密西根和宾州这几个选情正劲爆的摇摆州，替贺锦丽邮票做港的前总统奥巴马，嘛第一摆和贺锦丽同台，而且讲出袂当互川普当选的理由。He acts so crazy. And it's become so common that people no longer take it seriously. I'm here to explain to you, just because he acts goofy does not mean his presidency wouldn't be dangerous. 川普的前幕僚长凯利就向《纽约时报》和太平洋月刊表示讲，川普捌甲海讲，家己无亲像对希特勒真忠心迄种军事将领伫身边。凯利佫讲，川普是专制主义者、欣善独裁者，符合法西斯主义的定义。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平台批评凯利是彻底对倒，讲伊有川普精神错乱症候群，恶意伫黑白编故事。日是伫亚利桑那州的坦贝市咧邮票，继续提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来发挥，讲美国变作世界的粪扫桶。另外，伊当位嘛无放过贺锦丽，伊小看贺锦丽伫 CNN 选民提问节目的表现，甚至讲伊智商真低。We're like a garbage can. You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said that. 选情是有够紧绷，政治极度的两极化，互美国社会是充满紧张不安的气氛。美国心理学会发布的调查显示，讲有65%的成年人是定定，无就是一直互政治舞甲真忝；，有55%的人毋是定定，就是一直因为政治在生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众议院选举27投票开票，拢总是有314位女性参选破纪录。不过，因为日本的传统观念，也有自民党登基以来，拢是以男性为主。目前这众议院查某议员的人数，犹原是敢若1%尔。日本27大选投票日要到啊！
一直伫选区走透透的武大花莲是自民党伫新来参观20小众议员席次内底唯一提名的女性候选人。尽管这摆众议大选的候选人内底有1/5是女性，已经超过以往选举的记录。不过议员无度改变日本女性中正比例偏低这个现象。女性議員が少ないことで、女性は政治に向か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か、政治は男性のものといったような旧来から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きた固定概念が変わ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が最大の弊害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武大花莲讲，日本社会长期以来认为讲，政治必须要全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部心力来投入。因女性大部分互服务，协助翁婿教导子女的责任，并无鼓励女性从政。像日本众议女性议员人数，敢若占10%左右，甲 G7 国家平均占3成比较，议员差真多。执政多年的自民党虽然立下目标，希望向 G7 国家看齐。互党内女性议员伫2033年进前达到3成，也不过学者认为讲，自民党偏重男性精英的文化若无改，恐惊是难以达成这目标。Although the LDP is, because it's been in power so long, it's become this whole beast of its own. It's a catch-all political party, but it does represent a certain sector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at is an elite strata of men from certain families, from certain universities. There's no diversity. 另外，女性伫经济上弱势，对着女性争取从政的机会也不利。So women are quite poor in Japan. They're in low-paid jobs. They're in marginalised financial positions, which makes it very, very difficult to think, oh, I'll run for office. 因若进前，新任首相石破茂公布的新内阁只有2名女性，更加互外界是真失望，认为在性别平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倒退。也不过，就算对着种种限制，武道对改革依然是真有期待。伊认为政治若是要迈向多元化，自然要有女性的参与，女性同胞甲政党拢需要更加努力。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新竹北部的碰风茶是真出名，这款茶就是互一款叫做小绿叶蝉烟仔加过了后产生化学变化，这碰风茶才有这款特殊的气味。不过今年满茶时间是去撞到风台，雨水影响到烟仔数量，碰风茶的产量嘛减少1/3。茶农当咧茶园内底满茶，原底应该是收成的大日子，却因为前一阵风台。北部乡碰风茶采收期撞到落雨关系，或者碰风茶上重的烟仔数量减真济。今年碰风茶的产量甲往年比减了1/3。所以我们靠天吃饭的这农民真的是很可怜的真的是说要靠。今年就这个像我家里的茶园就好，我那个比较在台风之前的长的，刚好碰到台风4天的连续雨。它的产量会差了1/3左右。主要不是对茶树的影响，而是对小绿叶蝉生长环境的影响。因为风大雨大的时候，小绿叶蝉不容易存活，所以导致茶叶产量还是有，可是要产到真正碰风茶，人家讲的具有花香、蜜香的那种特色茶就产量会比较少。北部乡农会总干事指出，往年碰风茶平均一斤价钱差不多是4000左右，受到产量少以及这几年人工成本成长的关系，做茶成本是愈来愈高。不过这部分农民嘛是拢尽量家己来吸收。这几年虽然包含我们的工资、采茶的工资也好，各方面的成本、生产成本稍微提高，可是。这2年我们农会看到的就是，茶农朋友针对碰风茶，尤其比赛茶的部分，价位都稳定的，并没有涨价。碰风茶是北部地区非常重要的农产之一，但有上亿的产值，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温度真适合烟仔探种，才有办法生出品质好的碰风茶。今年受风台影响，当地茶农只希望影响唔通伤严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咱台湾是有一群对创水充满热情的人组成水下摄影团队，对这由营地到大海拢可以袂倒。这个团队是参加过真侪电视电影的水下摄影。第一代青春咱的梦，这个拜六下暗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探索这个神秘的水世界。变成是 Keep 可能在过去到这一个时事这一边。一群人围伫游泳池边啊。无用伫水底要铺黑色的布，
所来甲鸡啊放伫水底，甲伊煮起来。今仔日要伫水底拍广告，导演一个下令，专业的工作团队分组开工。这成员大家拢是水中高粱，除了水底摄影，上介重要的就是负责演员的安全。就是安全，然后也可以让演员就是比较好进入状况，然后在做拍摄的期间，就是也可以知道，就是可以比较安心的在水里做动作。为广告到电影，为游水池到海底，海流的变化是真紧。就算是老经验水底摄影的团队，这届要甲艺术家合作翕真准的表演。成员也是感觉压力真大。其实最困难应该就是道具如何定位这件事情，这么大这么重，然后没有下水测试，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它的问题，它是正浮力还是负浮力？要伫海底甲200公斤的艺术品刷叮当，还阁要想办法甲伊固定伫海底。加在团队大家正人合作，顺利安全完成这个任务。会当有这个成果，是团队长期固定合作，加上签约保障因做工课的安全，所培养出来真大把的工作模式。但我觉得也因为有这5年的限制，然后这5年的限制，然后变成团队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快的，大家都是就会跟很多自由业者一样，就会零零散散的。为事先的准备到拍广告现场的掌控，拢是团队一届搁一届合作的经验所建立起来作业模式。因若这个成果，大家嘛拢看会到。所来这阵专业的成员，因有搁较大的野心，要打造出世界级水底摄影的团队，用镜头让世界看到海洋的水。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这回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2度到31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顺心，再会。